尋晚瞓覺之前因為空肚，所以冇食早餐。呢個金句啊 ，OK。呢一世人你最愛邊個咧？張學友啊，多謝晒啊！呢世人咧，我最愛一下就係 Angelina。嗱，如果有來世嘅話，你希望你投胎咗會做邊一個藝人咧？如果下一世投胎之後，我會做翻我自己，因為我錢多又靚仔，又多女，又能夠羨慕，我繼續做翻成成。多謝。夢遊嗰陣時，你會做啲乜嘢？夢遊嗰陣時真係大鑊啊！次次我老婆都鬧我嘅，我次次夢遊就通地喺度屙夜尿，啊，搞到成地都濕晒，係咪關年紀大嘅問題咧？啊！你同李思捷邊個比較靚仔？劉德華，其實我真係好憎嗰個舒淇，我覺得佢成日扮我，借我嚟搵食，佢清仔嚟，所以講到靚仔，佢點及我？講到唱歌跳舞，點及我？